機械人速遞第65個賽日，4月23日，跑馬地夜馬最新嘅飛數異動，截飛時間1740，開跑時間1840。上戰嘅飛數入圍成績，重飛提供3匹，入圍1匹；落飛提供14，入圍7；回飛提供8，入圍7。重飛非佔比嘅馬匹，第一場12號萬事靚，全飛拉動7.32；第4場1號雷神太保，拉動2.85；第5場12號快樂老窩，標籤小心，拉動2.9；第6場4號長勝將軍，標籤古惑，拉動3.65。落飛非佔比嘅馬匹，第一場4號幸運傳承，全飛拉動0.41；第二場8號香港精神，標籤高基，拉動0.35；第三場1號運來五寶，標籤小心，拉動1.31，力度4；3號猛將興，標籤古惑，拉動1；7號非凡時刻，拉動2.02，力度5；第5場1號寶進，標籤實力，拉動2.4，力度4；10號天外迎天，拉動1.15，力度4；第6場11號魔法速遞，標籤小心，拉動2.27，力度5；第7場1號荒唐武士，標籤直播，拉動0.39；3號無限美麗，標籤小心，拉動1.24，力度4；第7場4號運高八斗，拉動0.72；6號電源之軀，標籤馬膽，拉動1.27；9號好多利高，標籤直播，拉動0.83；第8場7號領航君子，拉動1.13；第9場3號一起美麗，標籤古惑，拉動0.15；9號爭金奪冠，標籤古惑，拉動0.46。回飛非佔比嘅馬匹，第一場8號聖神威，標籤古惑，拉動-1.47；第二場7號朗日雪風，標籤馬膽，拉動3.3；第三場12號電信驕陽，拉動3.36；第四場5號紅滿滿，標籤小心，拉動5.39；6號亨記，拉動1.67；第5場3號東來欣賞，標籤古惑，拉動17.07，力度5；第6場2號滿心星，標籤實力，拉動-2.56；7號華美之威，拉動2.03；第7場5號佛亮老窩，標籤小心，拉動2.36；第8場12號聖萬金，標籤高基，拉動5.59；第9場4號快路，標籤馬膽，拉動3.15；冷馬系列突擊馬第3場5號星英，非佔比8.01，全飛拉動-0.81；第4場1號雷神太保，佔比6.78，拉動2.85；第5場12號快樂老窩，佔比7.19，拉動2.9；第6場1號天天得樂，佔比5.76，拉動-0.19；第8場1號馬力，佔比7.57，拉動1.19。麻煩大家幫忙按訂閱啦，撳埋隔離個鐘仔，
咁有新片呢就會馬上通知你㗎喇，咁就係對我哋最大嘅支持啊！唔該晒。